我是在地新闻，相信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15，旧历的6月21，礼拜二。后来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有一个乘客坐火车防指控，伫个车厢内有想要压倒出来共威胁，因为伊去便所转来，看到一个男子坐伊的位，双方起口角，伊怎来提出内底有底刀的刀阿仔共喊，虽然无真正甲刀拿出来。 但是警方讲，这种的行为已经犯到恐吓罪。对啊，你把整根拿出来吗？没有啊。你把这样整个盒子拿出来。伫月台顶，员警咧问人客，因为伊被指控伫车厢内涉嫌拿刀啊出来，不过伊拢无承认。这个盒子还在这里啊，这个盒子等一下，当然了。 这件纠纷发生伫昨晡晚6点外，代替列车到新市的时，一个姓王的老先生，敢若是因为去一个便所转来时，发现伊的胃和一个少年人占去，双方就发生冲突。那肯定会远离啊，肯定要先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。被捉走就算了吧，再重新找位置，没位置就站着。有人去指控讲，这个阿伯啊，险险伫车顶拿刀出来，互大家着惊。 警方到现场时，这个阿伯讲，伊是撞破腮，敢若摕刀阿伯出来尔，目的是为了自保。我知道的情形是那个2个旅客起纠纷，然后是一个年轻的对一个老的很凶，就是说很凶的那一个人，他在半路上就下车跑掉了。我并没有看到他有亮刀。 王姓民众从后背包中拿出置放于塑胶盒内之陶瓷厨师刀之行为，以违反刑法第305条恐吓罪，自行交付予该厨师刀，予以警方扣押在案。这个姓王阿伯啊，涉嫌违反社会法甲恐吓等等的罪嫌。铁路警察也将持续伫站区维护勤务，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发生，互人客着惊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